农业的价值总系在发生食品风暴过后，又再个有人关心同注意。2年前无线油事件过后，台湾早上接送看到的茶油，因为营养价值同橄榄油改抢，加个多人会去买来用。苗栗省份茶油的业者调价子的价位王chấp言，希望改变他家认为茶油全球表面线的影响，透过创业办法通和考场来推广茶油。唔但将喺台灣賣，未賣到歐洲、美國，連杜拜都有。雖然勝利做到國際行業，而韓國愛睇台灣打拼，也按多年來20萬種價地位台灣野生種嘅油茶樹。每年比安呢，已得到107年度農委會全國10大神農獎嘅肯定，也嘅超強意義的3萬人得獎。這個時候比較乾，我可以放一點油。很均匀的放，不要集中在某一个地方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拌第一次。干整后尾就特别轻到绵绵，提上加水加糖的比例，脚加下再个加调味茶油落去。这节课上的唔系料理课，系有品质式水果同多年应用开发体验课。这旁边啊，压进去。对对对，你不要给它这样子，这样要干净利落了。调一摆7点钟就做出来一粒一粒干那味六条饼，一群妈妈又做到这么欢喜。茶油它做甜点的应用是第一个，它是有风味的；第二个，它的耐高温到223度以上，就代表说它可以适合拿来做烘焙啊。然后茶油本身里面有很多抗氧化物质，里面有很多植化素，有好的营养。对，你们要把你们的观感拿出来。会辛辣吗？不会。一些比中等呢，系各种各样的食用油，跟一条油直接拿来食，完全改变呢一群妈妈对油的认识。因佢对油的熟识哈，油嘅香味哈，佢的新鲜度哈，还有佢食起来的感觉。特别唔是用油直接咁樣食啦，吼！另外老先生是教因講，油係用皮嘅，嚇讓你皮嘅味道，然後去接觸我們的皮膚，啊，讓你用嘅因嘅嘴嚟吃佢嘅味道，啊，所以你對我來講係當新鮮嘅日雜課程咁樣。像油頭油佢講。该食了该化学做的啊有啊，它化学提炼呢，佢會食了對身體真唔好。以前頭擺因你全部唔甜呢，你下傷口過了，因你就甜啊，乜個油，對因你身體還好啊。我知道親友給得了上2顆啊。你們品油，同學記住我上次教你們的，喝進去要這樣，有沒有？要搓一下。啲台項教課位係推廣茶油已經有10年嚟嘅王chấp言，而係台灣茶油產業推廣促進會嘅理事。據了解，茶油有幾多當然包括脂肪酸，對人體空間幾好，而就幾十萬來推廣茶油。那品油呢？我會請消費者，請這些婆婆媽媽，我們用自己的身體觀感來體驗。比如說呢，這個油拿到了，就像國外在品意大利在品橄欖油，品這個葡萄酒，哦，或者是我們品咖啡，意思是一樣的。苦茶油有一個 slogan 叫做“東方橄欖油更勝橄欖油”嘛，所以其實就是透過品評，其實是能夠把苦茶油的這個風味跟特色把它標示出來。那尤其是我們台灣本土的苦茶油的特色是什麼？這樣子。我們就把油倒進來煎，啊，因為杏鮑菇我為了讓它比較入味，我有畫紋路，我需要把杏鮑菇裡面的一些多糖體，我把它溶出，然後讓它快速熟成。味道的改變社會態度對茶油的傳統影響，馮chấp言透過料理教室來分享茶油是得用嚟用，用嚟食，唔單止行到全台灣，甚至還去到杜拜推廣。你像我國外的客人就告訴我說，
我们好希望你每一年都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热情，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一个台湾在地的一个食材。我用我的茶油去，跟蛋白质啊，跟蔬菜水果啊，跟这些碳水化合物，跟我们台湾的在地食材去做结合。所以每一次出去，我的客户给我的反馈是，我们的订单都变多了，而且这些客户就是都不会再跑掉。这个烫好，其实我们要拌一点油。彭切盐上爱强调，茶油唔单止做得拿来搅面线，做得煎、炒，还做得做酱料，甚至做得做甜点。不是把苦茶油当作是一个精品，因为往往有好多人买一瓶油回家舍不得吃，他可能只会拌面线。可是你有可能每天拌面线吗？不可能。那这一瓶油呢，你就摆久了之后，你可能忘记吃了，甚至摆到过期。那摆到过期了之后呢，这个油有可能变质了，不新鲜了，它油脂氧化了，这吃到身体里面就是不 OK。不过全台湾有按多种的食用油，应用会按坚持爱推广茶油呢。年来彭切盐的老公喺苗栗上班茶油工厂天尼推，比到爱跟老公强下打拼，而家嘅客家新球就对草木基础好意思。我是没得选择。没有办法，因为来到这个家庭，我就必须要去投入这个产业。爸爸妈妈从早期，我们是从做茶叶、做酸甘茶，然后做油桐子，然后再做这个苦茶籽，一路走来，都是一直在做原料加工，都是一直把原料加工好，再去供应给一般的传统油厂，好，然后一直在提升自己，再到榨油，好，然后再把这个环境各方面还有。我们去做了这个 ISO 跟 HACCP 的认证，甚至我们的茶油都可以销到国外去。来，这就是我们榨出来的那个渣，这个渣呢里面有很多氮磷钾跟有机质。天尼推的盐为到爱提升茶油的品质，系发医道精神。从系爱茶籽上多油分含高度，研究间茶籽好同茶粕拿去做皮，正经系都以亚类。最迷没百亿轮用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茶壳覆盖在我们的茶园，然后去增加土壤里面的保湿性，然后那个草里面它又不会长太高，可是它又可以活在这个环境里面，然后它又可以帮助我的那个茶树的生长更好。唔单止顾好油品的原料，生产食品没竞争铺，彭切盐同样老公陈友伦。邱总年同油机同路上合作，比到克服迎合的需求，控制管理生产流程，对土茶籽到酱油甚至係包裝，亦都有具體嘅嘢食品。有了機器係研這個設計，係去生產到專利。不過也冇想到，一條機器設計唔單止做得拿來做生意。也很做得辦配沙飛，間浴室團體聽數。邱總年隨同諷刺強強硬嘅用工基金費，比到嘅減少裝檳榔嘅面積。2015年喺南投營外鄉，貴3萬共多農民答應間搶嘅人飛鐵，貴種油茶樹。当时也可能因为是食用油的危机，所以苦茶油开始慢慢翻身，我们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契机。槟榔肺炎转做为了口腔癌的朋友好，然后又可以解决台湾食用油的安全，然后我们也知道槟榔它有水土保持的疑虑，然后苦茶它本身是造林树种，它是生根的造林树种，所以这件事情感觉上来讲，应该是完全很美好的一件事情，但是我们忽略掉。到底，油茶种出来了以后怎么办？基金費也是這張發現，鹽從唔了解食用油，根本唔知所有嘅茶籽愛用嚟處理。後代6米有人收機，係認識嘅陳友倫同黃切鹽用功課。一口就答應我們了，對一個完全沒有。对于油品的市场、对油品的产业完全不熟悉的阳光来讲，他给我们非常多的心理的支持。
然后想尽各种不同办法，能够让它卖到消费者身上，用这样好的循环，一直不断的去支持农民说，哎，卖个进槟榔啦，不要再种槟榔了，然后把槟榔废掉，然后开始做苦茶油。唔係拍法，係風化，也專門以結嚟個嗬，也結嚟風化個。風化個嗬，打起來個葉子誒較香，冇空呀。村內2多年嘅茶油產業，一直對稀疏橋茶籽和個國貨本人未做加工，都打造出自家嘅品牌。也下嘢將會對台灣亞望土地做對嘅事情，就開始富有台灣原生種嘅茶樹。也幾大片嘅嘢台灣特有種鳳山茶。係陳友倫培育嘅幾廿年，將培育出來嘅，也係總算看到伊開花會打字嘅。因為我哋對人嘅係有心頭，而對人嘅嗬，對人嘅法術啊，有學特別嘅研究啊，有想講種到一個鳳山茶啊，打個油啊，較多較結哦。各位加一個油分啊，油較好。因為台灣本身就是一個有很好的環境，本來就有一個很好的品種，那只是我們一直不去重視它。那我們那時候的想法是想說，如果根在台灣，那你如果沒有做一個屬於台灣的東西，那就對我們這個產業，我是覺得有一點可惜。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定了一個復育的計劃。一切就啲苗栗嘅人，每認真從時間同在地農民交流，發現到苗栗早送過去嘅關係產業韓國友好發展，也一部嘅研究同農業試驗所大合愛來合作，使得愛來富裕台灣嘅關係。我們做油脂的，我們只是希望說能夠找到更好的油脂，能夠提供給我們的消費者，對，更精準的。我們不一定要從國外啊。對啊，我們不一定要去找歐美的國家的東西來取用，不用，因為我們東方國家本來就有適用的油脂，對，我們應該是要往那個方向去看。所以我剛好就看到這個，我覺得應該有這個機會，再創造出另外一個油脂出來。所以我們要面壁上光啊。可是我跟他講說，這是亮面啊。對身體嘅種車管理、觀養權嘅生產都上網推廣，甚至支持社會福利團體嘅理念，開創出傳統產業嘅新機會。王chấp言會得到107年度全國10大神農獎嘅肯定。對我來講，得到神農獎不是在於它實質，而是我背後的這個努力跟精神，還有我們一家人的這個團結。我們想要為台灣的油茶產業做的一件事情是，台灣油茶產業是不輸橄欖油的。我們如何把這個老一輩的這個精神，客家人就是應景的精神，傳承給我們的孩子？那我們希望這樣子的精神，孩子可以一直延續下去。天天討厭人，但是我就想咧，希望我就應該講，我們做這個產業的意義，主要還是傳承。那看了這麼多，就是我們以前也看到很多其他國家，對，那台灣少了一塊，就是台灣的價值。那希望能夠把原本屬於台灣的東西把它找回來。王chấp言講，潘刀堅已經係第31屆嘅全國10大神農獎，而係頭一代同茶油相關嘅得獎者。因一路卡年真見係為茶油爭功用，客家人對台灣亞望土地有幾層嘅感情。每希望有一日，台灣嘅茶油唔係搶油東風加淡油嘅好名聲，係愛啲世界市場好優雅嘅 TV。為韓國島人打捧茶油，看到台灣。